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政府伫新增增建的新月广场员工开放路，特别来举办活动，都邀请到棉花园歌戏团来表演，热烈滚滚。广场顶大戏棚，棉花园歌戏团演员拼命伫咧台顶演出，互现场的观众看个真迷。我姓吴，天顶送来宝贝啊！叫做天宝。认真讲，这是新北市新增的新月广场，工程做10个月过，顶5月月底正式完工启用。2号下晡举办2022年新月文化节活动，等庙街供灭文书，甲新月广场打造做一个新增庙街庙埕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来到现场斗热烈。最重要的是让玉库里都沙行真这些庙会的传统的技艺能够延续。咱的新增是一个古老的地方，有足水的高滩地，足水的早期的工号，希望这个所在会当风华再现，希望咱的庙会会愈来愈热烈。侯市长和支持者翕相留纪念，嘛亲身扬嘴一呼。囡仔宝贝摕小礼物，民众买当体验真侪种的奇艺活动，现场有4个走关区，互大家拢算甲真独特。新庄古码头的意象，然后搭配邻近的新庄庙街的元素来打造而成。我们希望它未来是我们新庄庙街的庙埕，就是它的广场，让所有的活动都可以来这里办。活动为下晡3点半开始，才过半工，都要办过的人来到新庄庙街，后来才佚佗算过的人，拢感觉真心熟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